写无相互是刀嘛，刀啊，哦刀就是刀啊吼，啊这第三条是音，啊第四条一声一，第四条是啥？一声的一声一吼，啊第五条有声母哪会出？第五条是第六条嘞，第六条嘛同款，第六条嘛是头尾有，对无？无安尼你拢真牛啊！大家到遮落定，第七条对不对？嘛是，咱莫管第几声。我即摆无叫你讲做爱写这，无叫你写符号，无叫你写第几声，所以你家己写迄文母甲写就好吼。第七条，第八条小 A， 第八条小 A， 小 A 啊，有人讲小 A 啊。A 有的是啥？有伊啊，小 A， 吼，两个人小 A， 这是口音无共款，两个人对。你要写小 A 小 A， 拢袂使吼。小 A 是母音母啦，要紧啦吼。咱讲 A 下嘛，我 A 下拢袂使吼。青皮下也是袂拢来讲吼。过来第九条，乌人是乌，两个一块就是乌。第十条是啥？第十条，教伊来写，教伊去教来写。外口有个人讲袂写吼，咱即摆讲这是教育部的教育部是用这教育吼。第十条教育，当差不多跟咱做一定来背去。你写得对无？好，该看卖。即摆要问大家看卖，你弄票出好了无？规个。大家看一无爱。即摆讲加伊饼伊咯，伊有嘛是10条，20条，这较困难。20条，1条5分，所以你看你要介绍咯。伊敢若要叫你写声母就好。伊无免管，第一个包啊是包出来是包就是啥？伊吼，第一条就是包就是第一条就是伊。第一条就是包对无？第二条对无？第三条妈祖是啥？对不对？第四条跳舞你即摆如果叫你写，你有写错对哦。第五条豆菜，是啥？第五条是第六条。头毛有人讲，有人讲头毛对无？看来写科就是啥？你做人背拢会晓，你若有背起来拢嘛照学习对无？哎呦，头前无会使讲，即摆叫你看着了。第7条，桂林。这个袂晓，第8条，公里，对无？迄咯。第9条，第10条，血口科。11条，金科照水期对哦。你若无看来讲，迄答案是对的，答案是对的。后食步就是咱的切面。第3页是真拢有。你伫遮小对的有，是当我写是白写啦吼。安尼就知，我还佫写吼。过来，11条就是好，12条就是这12条上重要。你若去考考，无一个教会咧考这，因为迄字吼常来写，
条这个是A G 12条这读做做歹读的吼13条水牛鸡啦吼，牛毛里牛吼，过来14条早起的早，知 T S 对无？我拢写下来13就是水牛，14就是早起知啦早吼，早起 T S， 过来超波15条 D S H。D S H， 这你爱老师，你登记是老师做位，有啥话我写2摆，你老师作业吼，你就会记吼。过来，过来16条，私要求，我是你啊。S 17条嘞，阿都是啥？阿都就是我就是阿都啦吼。阮老爸、阮老母拢甲叫阿都啦吼。我姓刘。有进入吼，所以咱台湾人吼，咧共叫吼，较亲切就是阿啥物款的。你有这啥物阿美啊、阿梅啊、阿丽啊、阿菊啊，拢搁一个阿人外省，咱讲迄阿内啊，因迄个是吼，这小啥物款的，啥物小啦，你有这小梅啦，小英啦，所以咱应该是有这阿英啊，咱即摆这总统是阿英啊总统，毋是小英啦。因拢较爱讲这啥物小，咱较慢吼。17条就是做如这较白相这，那么标准是这哦 ，F J 的这哦，18条金鱼喝鱼对吧？喝鱼的迄是啥？迄是19条。19条，土啊，土对吧？土是啥 ？E H 20条，A 啊就是吼，所以声母就参咱咧国语的主播共款，但是你有符号共款，所以爱记咧。这可能换袂真困难，我答案在遮吼，答案在你迄3页内底。到这伊啦吼，要甲大家同时考100分咧，请你举手。我一个咱个拍一个200分咯，较着咱咧看300分咧吼。即摆看饼，家己饼是讲看声调第几声1、2、3、4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变成6、5，第6声。1、2、3、4、5、7、8，西好，咱顶下讲过，西好把地搞唱乐对无？搞唱就是2乘6共款这看法，第一个喵，第几声？第一声一，第一条就是答案一，第二条第几声？倒是毋是甲只好共款？好对无？你就是若袂记，你就你有只倒句来搞西好把地搞唱乐来搞，唱歌唱是毋是甲迄打共款？唱第3声对无？唱第3声。你这第2声若分会清楚哦，读第1就较好读吼。过来，第肉，来咱讲西好把币啦，币就几声？第4声，这人又来袂食老哦，无啦，即摆甲你写第几声？你甲咱写第4个第2个4就是 BAH 啦吼。你若要注音就是 BAH 啦。我行过一写叫你就写规个写法，较了大家加一个吼。讲罗马尼亚才困难吼。咱即摆豆一步来，安尼无吼？你若要规个写清楚是 BAH 啦。
伊第四声吼，第四声。过来大门甲高石共款，门甲牛共款，甲迄个啥，西好关于搞。伊是毋是讲伊第五声门？大门的门吼，第五声连迄第二声就是咱的第一第五声吼。过来，叉咪，第几声？咪，甲伊只唱共款。第七声，过来，好将，迄将第八声，好将。过来，调的调，你袂使讲调哦，是一字头路，讲迄个调，调调的调，甲倒一个共款，甲爸共款对，甲爸，所以第几声？第三声。过来变数的变是甲唱共款，变，你看迄声大变悬啊，变唱第七声。你若袂记，就家己有只动物吼，过来倒看觅吼。过来，音，第几声？第一声。音甲西共款吼，西安尼是过来，我对答案对一第一条是咪，第二条是第三条是1、2、3，吼。你把我第四条啦。所以第一条到第四条读1、2、3、4对。第五条咧，读1、2、3、4，这搞错掉1、2、3、4，叉咪的咪，第七吼，第六条第七，第七条第八，第八条第三，第九条第七，第10条第1，拢有基本的这考1、2、3、4，足简单个吼，我伫咧考试中考伊个，若袂晓摕咧，完全袂出来考咧。这我参问的这条有人100分咧参加手无？这饼，无晓。这张吼，大家做上过，你两码落咯，咱都说同的吼。因为大家自己对个大概就差不多安尼啦吼。安尼真困难。你今日来讲变调吼，所以我需要摕个较歹势吼，我们做较厉害吼。咱即摆大家来开咱的课本吼，21页，下了佫分一本新的课本有无？这本新的课本吼，可能咱即届无法度讲，这是大家家己眼光看，吼，这就是讲家己自修的，家己摸看，应该袂真困难啦吼。就是讲因为你若有艺术，这是较基本的吼，基本的，咱分一分这，吼，分一分这，那你算下1000哪些个吼，1000哪些个这题吼，大家家己才小看一下，这咱可能即届无啥时间通讲吼。咱即摆来讲这21页这吼，21页这变调吼，变调。先看课本咯，第21页有无吼？第一声会变第七声，看你看，咱有一个规则吼，规则下面你随时嘛有一个车，你爱举手吼，你讲一下吼。咱有一个变调的规则，就是吼57321，大家爱记起来吼。573217，第5声会变第7声，第7声会变第3声，第3声会变第2声，第2声会变第1声，第1声会变第7声。第7声要变偌济？第7声变第3声。哦。咱即摆开始，你讲回到何解？你著是一定要家己记起来。我
573217，这号做通关密语。哦，啊，这通关密语其实你个你着简单，即摆过来我记了吼。即摆先去头吼，即摆大家看咱的课本第21页，伊上头讲一变七哦，一变七咱才来讲看嘛吼。即摆讲伊讲滴滴哦，滴滴哦，滴滴，这一变七滴滴。这两个拢第一声就滴滴，哦，啊但是这两个念做滴滴袂对哦，这物件滴滴，无人安尼讲啊，变做滴滴，这本来拢第一声，这变做本来第一声，变做第七声，这第一声变做第七声，吼，变做第七声，第一声变做第七声，变做滴滴，吼，咱这做滴了就滴来念一遍咯，滴。哦，西瓜滴滴，啊，这共款咱西瓜嘛共款啊西，这两个嘛拢第一声西瓜，啊，你袂当讲你怎爱食西瓜，有人安尼讲啊，西瓜就变做西第一声，第一声就变第七声，哦，第七啦吼，第一声啊，尾啊这字留咧哦，尾啊这字上尾啊这字拢袂变哦，哦。咱即摆上简单的就用这个甜就好吼。西本来是西瓜甜嘛，哦，你若拢照分调，咱这你若照，咱咧注音拢注本调分调，拢注，若咧注音拢注分调，咧标音拢注本调，哦，但是吼，咱台语若咧读的时阵爱变调。咱伫咧标音的时阵吼，唔管你安怎变，迄是咧读的时才咧变。啊，你咧标音的时阵，逐字拢注分调，吼。伊本来，你看即摆看第一条，西瓜甜甜，啊无人安尼讲啊，哦，西瓜甜甜，哪有人安尼？哦，伊本来是拢拢第一声，啊西瓜就爱变做西瓜，第一声变第七声，吼。啊，西瓜变西瓜，滴滴变做滴滴，咱大家听有无？好来，即摆大家了解西瓜滴滴。西瓜滴滴。哦，即摆过来第二声会变第一声对无？即摆咱这个第二号位内底第二声会变第一声第二条，即摆看第二条，酱。酱，一直着哦，迄厝食爱有咸酱。哦，你若无插盐，就作正对无？毋是，迄个三点水，迄个头做正。哦，啊，即摆就讲，哦，正，咱迄个咱若是为了伤咸、为了伤正对无？哦，我以前捌写这四句咧，阮太太哦，以前我总爱甲阮太太咧厝食咯，伊拢较正，伊就是盐掺较少，啊，我从细汉到大汉，阮做伊食汤吼，啊食较咸较惯势，啊所以我去买煮较咸的吼，啊着家己点一边迄个厝食的关卡会较咸啦，啊到尾家咸做感觉讲安尼毋对，我有人食饭吼三顿盐啦，毋是伤正着伤咸啦，哦，家己也无伤咸点啦，感觉走较去活着点啦吼，我家写的，我写了四句的吼，四句的足趣味的吼，因为阮细汉的时阵吼。我这大汉人，属于我咧阮老爸咧农民部教育，你知，查甫囡仔袂使外去走较。像即摆新好男人无共个，所以你我会晓骂呢。查甫囡仔外去走较要有常识的，所以变做厝食拢袂晓，敢若要共伊安尼袂使吼。哦，所以即摆拢毋敢共伊安吼，伊家己也袂晓煮吼，都来靠太太，伊若煮好煮歹，都来甲落落吼，毋才会煮落食对无？哦，啊，这正甲咸对啊，都两个对啊相对啦吼。正吼，啊正第几声？正是第几声？正是第二声。啊，两个这个考试就是考这个正吼，正吼正。哦，咱这正，伫倒一个所在有一个这正水国小哦，正水有一个所在名这正水哦，有一个地名哦，这正水哦。啊，有一个地名做咸水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伊迄咸水哦，足趣味，迄咸水是啥？
哦这咸水哦，啊，照你若要照这个厉害，你开始这咸水对无？啊，但是毋是，古早就讲这咸水，啊咸水真趣味哦，因咧咸水会使做糖，你知？做糖。所以有这咸水做糖的制糖厂啊，咸水的糖厂咧，哦，会食趣味吼。迄咸水是一个地名，是一个地名。啊，咱不管咱再讲一正，正吼，这正是第二声，啊第二声这个两个拢第二声对。啊，这第二声留咧，但是头一个第二声变做第一声，头一个正变做正，正，讲一个正，啊，咱念，咱这伊头头一个正，讲一个正，啊，过来，井水吼，高井水啦吼，井水就是高井的水啦，高井水吼，井水，井第几声？井嘛是第二声，高井的井，高井的井第几声？井第二声，啊水第几声？第三声，对无？高井的井是第二声，井。高井的井第二声，啊第二声即摆变做第几声？变做第一声，第二声变做第一声，啊尾啊这个不管，敢若这里变就好，这个头啊这尾啊迄里面唔免变。水叫什水啊？哦水第二哦。哎呦，我咧不了。加水，大家拢正水，过来井水啊，井啊，高井水，井水吼，高井水。第二声这第二声留咧头一个第二声爱变调变做第一声，变第二声吼，变做井水吼来，井水正，讲一个。井水正。啊伊遮是正啊，是高正，咱有的所在读起高正，啊有的所在讲高，你是讲高正啊高正？高正，咱遮高正，啊有的高正，哦，高正。天顶一条星，有的讲天顶一条星。哦，迄腔口无共袂要紧吼，伊这注音是注正，井水，正吼，井水，正正。你有管就是第二声会变第一声，咱知影吼？哦，这变调。过来第三声会变第二声，第三声会变第二声，即摆过来第三个哦，切，迄物件切头切，第三声切，啊两个切，哦，这个，哎呀，这小黄瓜啦，或者龟仔梨吼，小黄瓜第一来讲，哦，试龟啊，是讲，试龟啊，细条这龟仔梨吼，试龟啊，食到切对无？啊切两个过来人第三声切，啊第三声爱变第二声，我这就摆写只切，大家读叫切。啊，即摆讲起应菜这个你爱来写食歹写哦。这考试吼，你用吼，爱会写。你若无啦，我即摆咱已经是教罗马字的，但是你若有想要练捌这个汉字，会惊为着了大家知影说，咱另外佫分一本，会惊佫一本对无吼？迄本你家己家先读，因为时间无较侪时间，你家看就是我汉字，汉字对倒来，迄汉字就是足侪教授。足侪专家、足侪博士因开会开要求做遍，我嘛捌去开，吼，教育部开足侪，啊，大家伫遐相试，看要学无一字，到尾啊，真无简单，才大家重视的，才依照这本册。我即摆简单讲7号就好，7号超20项的写法。哦，我要来去7号，你两个7号看汉字要来写，足侪款的，哦，超20种的写法。啊，即摆教育部已经甲规定讲啊，就是安尼写，考试就照安尼写，所以这应菜就安尼写哦，唔通我袂写哦。迄你外口看人咧唱流行歌安尼哦，啊是讲外口看北我袂写哦，酷啊风流声我袂写，哦，迄酷龙是人我袂写袂使，即摆你若无要考试就莫讲啦，你学袂写是家己写你欢喜就好啊。但是你若要去参加教育部考试，一定就爱照即摆咧讲的安尼，大家讲知影无吼？应菜就安尼写，哦。加野仓，李野盐吼，李野盐吼，
这个长鼻的久啦，3个兴4个用吼。以前有一条，咱的囡仔咧讲，这个长鼻的久，这个葱啊，2个韭菜，3个苋菜，4个叶菜，就这个。这个长鼻的久，3个兴4个用吼。哦，这你若要考考，无去定来教呢。这个是用来写吼，这个是葱啊。2个是韭菜，这2个是韭菜，3个是啥？3个苋菜，苋菜就这2个哦。啊，4个就是叶菜，叶菜就这2个，做歹写这2啊。大家爱记牢这2个。一个草字头，搁一个雍正皇帝的雍。这个葱2个久，3个苋4个盐吼，以前一个官吼。啊，你若要考，你若有想要写汉字。你若我讲全部，我拢不爱用汉字，我写台语拢用罗马字，会使，全部1字汉字都无爱用哦。即马嘛有一寡人注定所有的汉字拢卖用，全部拢学罗马字就好。啊，若做全罗的全罗的，啊有一寡高速古的讲，我拢无爱用汉字，我要用全部用汉字。干那用汉字，我爱用罗马字，啊若做全汉的、全汉的，啊若像头我。院长大家看有，迄内底汉字，啊，佫有插几啊罗马字，啊，若这汉字甲罗马字合咧用，汉罗合用，还是罗汉合用？实在你吼，你要讲汉罗合咧用嘛好，罗汉合咧用嘛好，吼。啊，即马咱台湾咧写台语，上介侪就是汉字甲罗马字合咧用，吼，互大家先知影一下吼。即马这。咱讲这第3声变第2声咯，切，啊，不然用菜拢第3声对无？用第3声，菜第3声，切第3声，哦，所以你本来若念伊的长调是用菜切。哦，我最爱食用菜切，不要笑死哦，来用菜切，安尼就对。来，大家对了一遍，切。用菜切，用菜干嘛切？为那个哦，可能较快哦，落去炒，赶紧炒来，用菜切吼。现在我爱猛火快炒啊，若无你搁伫遐搁翕较久咧，较厉害就咯，对吼。啊，无我的感觉就是讲迄个气龟啊切安尼啦吼。来过来哦。过来，这就是5七，第1个5七3二7，第5声会变第4声，怎么看？过来，这5变7个咯，咸，甲倒变就是正，咸就是吼，你煮这菜啊无咸正有无？没有什么味道吼，咸正，咸就安尼写，咸。啊，这个咱台南迄个咸水吼，咱咧讲咸水吼。会放香啊，泡着风泡啊，迄照讲你若要写，就爱写这个咸啦。但是古早就写安尼，啊，就将错就错。老师讲你去妈祖吼，咱咧迄个妈祖，迄个毋是去平湖，咱咧平湖迄有来无啦？无来吼。平湖迄个叫马公，哦马公你袂使讲啊，我要来去马公佚佗，无人讲安尼，爱讲马经。遐有出遐有一间妈祖经，妈祖经就妈公就好，啊加后一寡写汉字有一寡人吼，故事讲破啊比赛讲者，古白写，啊就共写做马公，啊你听袂叫做妈公，毋对啊？咱中华有一个叫皇宫有无？中华，就遐个我就是皇经，你若要照这两字汉字哦，你就叫汉字，叫做皇宫。黄州讲落，即个黄州讲落皇宫，我要你去倒，我要来皇宫佚佗了，就讲啊，你这外行的，你毋是这样。啊，皇经，遐就是叫皇爷，伊迄经庙啊，皇经庙，皇经，伊就皇白写安尼。啊，你讲啊，你看外地哦，迄电视咧播嘛，捌讲毋对，啊，你要去北斗食肉丸，无到就包头就好，加后面叫啥讲？哦，安尼没有小问的东西吼。北斗七星高，将军A带刀，有无吼？来北斗七星啊，叫好就该做北斗啦。人本来是宝贝宝，大概是宝岛，爱就改写做北斗。
袂使照这厉害，这个盐水啊，你我要，但是你头要盐水，吼，迄袂使照你厉害吼。但即马就是讲第5声会变第7声，咸，咸第几声？第5声。啊，两个咸是安怎？咸。哦，这个物件咸，哪有讲？迄第头一个咸，头一个迄个咸，第5声爱变做第7声，变做咸，像第7声是像对无？咸，你讲甲我咧讲有啥共吼？你敢讲？你是讲咸啊咸？哎，对，较顶下有一个有变3的有无？迄若较无传就咱即摆咧讲，咱遮咧讲有变7吼，我遮咧讲这是一般的哦，一般的是53:1哦。啊，有一寡像我，就是我活鹿港啊，活鹿港活泉州的吼，泉州腔的吼，第5变3，咱才讲，咱即摆讲咸吼，啊有一寡这咸下鸡，迄鸡你知影无？这鸡你知影无？鸡你知影无？鸡啊鸡有做啥物？做啥物鸡啊？你知影？有啊，学鸡，咱鹿港人吼，这鹿港，咱这学鸡上先啦，学鸡啊，学啊，人家嘛拢第5声学鸡，你袂使讲学鸡爱学鸡就是吼，以前人学地冰箱啊，这个是无要食较久的吼，盐甲湿的，湿质咸的，以前鹿港到埔里从迄个人头迄埔里吼，以前有20-30个人，有一群人吼做一个生意，就是讲学担的哦。对鹿港担鹿港的海产，去埔里卖哦，爱担偌久？爱担1礼拜，爱穿迄草鞋，穿草鞋吼，我迄看过，挂上个对分两个番石口看到遐卖着落破起来，我看，就带条我看，到超顿搁等做一堆变做草鞋墩啊。哦，听人咧讲，我甲讲这城市的咯，迄个做鹿港担布鞋，古早埔里哦做布鞋，布鞋，古早埔里伊的名，伊咧。啊！你的名内底后壁有一个社的，迄社就是番仔咧大个所在嘛。番社，你知无？咱遮有番社来个，姓有无？福兴乡有一个番社村，福兴彰化县福兴乡你听有无？啊，福兴乡有一个这社番社的尾后这社尾村，吼，啊，伫番社头吼，这社头乡有社头的。啊，伫咧番社的口啊，遐叫番社口，番社口伫倒啊？番社口伫分园啊，哦，啊，咱这彰化车路番社，彰化车路番仔咧大，彰化市遮，路番仔你讲够影，无影我甲你讲，你去彰化基督教边，伊伫迄个中山路，参4公分交叉口遐菜一块石碑，你话这啥？迄啥物？平常去数头前菜，这伫路边，这石碑写番社的碑啊，迄古早番社咧大，番仔咧大。彰化拢是番仔咧大，你知无？彰化这保姆萨，这个番社伫咧大。彰化县，我甲你讲，这拢诚实了，不是讲袂讲哦，番社保姆萨，要哪讲啊？啊，毋知要哪讲保姆萨，所以保姆萨要哪番啊？毋知要哪番，啊，改做半线，保姆萨。哦，迄有一寡用小问的，迄读册人讲啊，保姆萨。你国语毋知要哪写汉字，啊，无甲写做半线，这半线。所以彰化有名叫半线，有山有水，人园啊，好，真清这个是讲吼，半线。啊，伫线半线的西面哦，这啥？哦，这线西。啊，伫半线看彰化，这啥物路啊？线东路，捌听着？有啦，吼，从彰化路修到啊，这彰化吼，咱以前真侪拢是番仔的所在。啊，彰化市有倒伫福山里的，哦，你就是啊，迄只敢有番仔咧大，所以看着番，我有礼貌，因为咱大家拢是番，不是个举手，你甲我摕，咱差不多拢是番，我甲你讲实，咱拢
番啊田，然后做番啊田啊歹听，讲个番啊会伫大个所在，所以改做福气的福。彰化市福田里，哦，你看多好听，哦，做福田里。啊，迄彰化迄里面有一个国小，嘛是遐嘛做番啊田，啊，迄番啊田歹听改做香田国小，哦，很香的田，迄唔免拍吼。我一摆吼，开车落去高速公路落去，对新营交流道落去吼，台南新营交流道落去，啊，扭落接着台19线，啊，路边看到吼，看到一个国小向我回应，我伫教育界咧学一款，我教育界学历足久的，当初我遮久的人足少的吼。我甲伊学着做头20年吼，啊，所以对啊，扭落去吼，扭落去我看到一个学校叫花莲国小，哦，我就奇怪，哪有一个名？哦，花莲国小。欢喜的话啦，番啊，够少番啊，番啊，够少。我甲你讲，我拢是行路台语读啊，番啊，够少。我着从番啊共款。我这人好，我着车甲停咧边啊，要甲迄新人分一个在，啊想讲无共买物件，开始我着甲买一罐饮料吼，啊想讲迄个讲，小姐甲你借问一下吼，这电头，这是讲咱就搞这番啊，咱就这番呀，或者这都番啊田啊，甲番啊，以前番啊咧种吼，所以咱土台湾四季拢是番啊种吼，咱山无平讲无对啥，即摆这以前吼，这个地吼，以前大家生活困苦，所以迄个师傅无电冰、手汤冰，来甲试验猪肉嘛试验猪肉冰死起来咯，啊，迄有鸡啦、虾啊、虾鸡，啊，捡有规年探天哦。迄啊一个梅叫个配饭配袂配咧饭碗呢，哦，啊以前饭无遐好看，讲白米饭互你食拢迄番薯签、豆签拢叫迄个，迄东西一水啊尔，我讲这拢诚实咯，拢诚实了吼。我去金门做兵，我讲我民国64年去金门做兵吼，做地饭碗，因迄金门人从来透死人毋捌食着米啦，伊食到真大个，20-30个人捌食着饭啦吼。因为遐无咧种米啊，无咧种土啊。啊，米拢爱进口，去台湾遮进口呢，到尾啊，阿边过去啊大肚啊，阿边过去啊做吼。啊，因迄是米，啥物人才会当食米呢？就是迄老岁仔人破面用要死翘翘吼。啊，这下辈人去甲，说讲破面真用去甲卖边啦，去甲咱台语讲这卖边，去甲探边吼。咱啊无就买一较高位，买一淡薄仔米，钓个厝安袂爱通食安尼啊。啊，伊就人生不久了，对吧？生重病了，对吧？哦，买一水果较好的米五啊，是买白米，互出钱东食，所以有个人毋捌食着饭。我讲这拢诚实了，这是当地一个连长无话听，话迄包括同事吼，连长无听。第五声，加嘛第五声加，这个加就安尼写哦。加恁知影意思啦吼？我看无，以前鹿港也有咧卖。落咧玻璃罐啊，时时的，啊，即摆无人咧卖，较叫啦吼。鸡哦，虾啊会当生做鸡，啊蚵仔嘛会当生做鸡。对啊，参考着伊即个肉骨啊，甲月亮的肉骨啊，鸡啊。青的毋是生的，青的落去饲人，就甲饲人啊全黄糊啊，吼。对哦，佮咱要配饭配下就安尼。羊甲羊哦，无共款啊，无啦，是咧讲咧读的时啦，咱爱读做羊水啦，啊伊这本来是羊水啦，无共啦，羊是味道啊，啊这羊是一种物件，羊是一种东西啊，咱咧煮的迄羊，啊羊是干那味道尔，咱就感谢啊，啦，这是电影甲写毋对啦，照讲爱写咸水啦，爱写咸水才对啦吼，咸水。啊羊鸡，虾鸡羊，本来伊的分调，本来伊的分调是第五声，虾鸡羊，讲第五声，安尼就袂念的，所以要念大变做虾鸡羊，吼，这是5声87声。过来这个跳过来，这5变3就是我来讲的。啊，咱说讲
假使讲我记一个了，大家听吼。假使讲你讲，我要去台北，台第几声？第五声对。台，啊，这我就爱5变7啊，5就变7啊，对。5就变做第几声？第7啊。7就是台北到咯，台北到咯。但是咱中部咱中华遮个人吼，伊就毋是安尼啊，伊吼较活，迄泉州腔，所以叫做伊是特别，这是特别。泉州腔对啊，你讲我即马问题，比如讲台北哦，这是讲若从较活鹿港较活迄边是变做台变做台北到咯。啊若这5变7个是台北到咯。台北，我你去倒要来台北？台南到咯，我是台南到咯。啊2款都会使。好，台南就是5声，本来是台是第5声对无？啊你变做台第3声，台南。啊若变第7声是台南到咯。我伫底啊，我活鹿港，我住伫鹿港遐吼，咱遮个住鹿港无啦吼，鹿港无啦吼，安尼无迄个吼，住鹿港迄边吼。咱即摆讲5变7个是，吼，你看边仔咧记，咱即摆讲这行无，咱讲来5变，咱即摆5变3个看卖，行，啊即摆行，变做行。尾啊，迄个行共款是行头咧吼。啊，过来是下行。啊，我5变7个是下行。下也是学价啦吼，学价咱为的是用牛仔去做价吼，变做学价咸。啊，若5变3是学价咸。啊，所以吼，像我做全国的这个裁判吼，我有去台语比赛、台语朗读比赛，我做全国的比赛，去国县市，我去做裁判吼，去比了吼，头10年摆是，我最是主。你咧讲啥物？大概你讲我知你对位嘛，吼，你大概开喙讲几句我就知讲你大概差不多对位啦。因为你腔口，人即句话讲离开故乡，但是你的腔袂离开哦，乡不离乡，离乡不离乡啦吼。离开故乡，但是你的腔袂走去，袂走去，无意中你咧讲的是会走出来，吼。来，咱即摆，莫讲啊，一摆讲老师，即摆5变7个哦，5变7个，我念啊，你缀我念，行，即摆5变3个哦，行。好，拢会使吼，会使。啊，咱即摆不管，咱干那背这个就好。这个考法咱背起来咯。这个考试要考哦，5、7、3、2、1、7。咱即摆用这就好，咱用这就好吼，台北到咯。台南到咯，变东势是了。咱用这就好，啊，迄台北迄咱吼，迄咱知影就好。哦，咱即摆底下迄5变3迄吼，那个知道就好了。但是我们主要要讲前面那个5变7的有就是用这5、7、3、2、1、7咱就好。无你会回顾，无讲我会回事吼。那错个老师你莫讲，我也过会晓5线全回顾。迄5变3你莫插伊，咱听有无？但是你也知影，人咧讲你袂使讲我，你讲错的。哦，台南，啊，搁台南，你哪会台南？吼，台湾，哦，台湾，吼，我是吼，我爱台湾，啊为我是我爱台湾，啊你爱台湾，咱两个共款哦，迄个台湾，啊，剩的拢共款，啊，咱不管咱有这支电要甲记得了，5、7、3、2、1、7记来哦，过来7个变3，7个变3，7个你看，即摆讲。
哦，迄个这换字 Q 就安尼写，你若要写汉字就安尼写吼。你不能乱写，有的人干脆写一个 Q， 啊，这样不能乱写吼。你若去市面上，你去册店卖迄台语的册吼，大家拢无会写，足侪拢无会写，家己发明报无的。台湾人别项无啦，迄朴素上介侪，家己发明报纸就安尼写啊字，大家总爱字咯。报字红字红，无字头壳红，大家总爱字。报迄字就安尼写，就安尼写。报我去倒一本册去了着吼，迄字就安怎我你去骗笑。即摆就莫讲遐侪你，咱人一世人偌过时间，到了无即摆就甲咱讲，咱就分一分迄了吼，就照咱你就照咱就好啦，迄拢做是专家研究出来。啊，你讲叫专家讲啦，哦，莫惊哦。即摆 Q 就是安尼，吼 Q 第四声对无 ？Q 啊，两个 Q， 换字 Q 嘛 ，Q 到啦，我食换字 Q， 迄第一个 Q 就爱变做第三声 Q， 哦，啊，过来，应该是我是讲换这收嘛第七声，咪嘛第七声，收咪是啥物件？人咧做生意吼，迄面线对无？迄收咪是面线还是面线还是大米啊？因收咪应该是面线吼，面线要甲抽收嘛吼。啊，人咧共做生意，迄个面哦，这收咪吼，收咪啊！你若要照分调，你若咧注音，你看注音拢要注分调，收咪 Q， 拢第四声收咪 Q， 拢第四声。啊，要念做阵嘞，就爱头啊迄字收咪变做收咪，变做第三声收，变做收咪。啊 ，QQ 变做 QQ， 来，咱这条片咯 ，Q， 收咪 QQ， 好，咱来变条讲条，咱有简单。来，大家念5、4、3、2、1。哦，啊，其实咱会晓讲台语嘛，咱自然会晓变，对吧？哦，你是倒位人？本来是中华人对无？中华人，我是中华人。中第一声来变做第二声，变做中，对无？即摆这三字，彰化人这三字哦，到尾啊，迄个人老咧，我讲上尾迄字免变，中第一声变第四声，中，啊，过来华第三声变做华，对无？变做第二声。变做中华人，这你拢唔免家己讲，你自然会晓变，对无？自然会晓变。啊，即个就是讲，啊，上到咱变，你即摆变做即个规则是遮啦，规则就是2、5、4、3、2、1吼。啊，你真困难无？来，咱做第二条吼，过来，滴滴滴，西瓜滴滴，正。正，嘴正，切，应菜切。再来这国变切了吼，咸，黑加咸，通关密语吼，即摆先知影